请我们以诚心实意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请奏乐。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神啊，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倚靠耶和华的人便为有福。敬拜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要用一个很喜乐的心，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称颂的，我们的神是喜乐的源头。那我们现在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欢迎圣灵，来，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渴慕你。圣灵，我们渴慕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我们爱你。是的，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用真心实意来敬拜他。然后在敬拜之前呢，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吧，我们用我们的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可以用方言，我们可以用悟性为我们自己献上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现在很欢迎你。主啊，你今天来充满我们。主啊，你让圣灵来进入我们的心。哈利路亚。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
是的，我们要敬拜，要用我们的灵来敬拜，好不好？现在我敞开我们的心，我们邀请圣灵来到我们的心中，我们领受到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来彰显，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好不好？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是的，主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是敬拜一位灵，因此我们用诚实心意来敬拜你。主啊，是我们看见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当我们持续站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确定说，我们站对位置，就是这个敬拜的位置，那就是对的位置。谢谢主，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更深来敬拜神。一起来。早晨，我睁开眼睛，用一个渴慕的心来唱，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只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夜晚我仍要歌唱，向你阐明我心意，敬拜化成一首歌，单单要唱给你听。早晨我睁开眼睛，早晨我睁开眼睛，
给神听，从早晨，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承受你给你。主的美名配得我们承受。从早晨到夜晚，而且是从早晨到夜晚。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我的主，我爱你，我们举手说主啊，我的主，我爱你。主啊，我爱你不够，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主，求你帮助我更多的爱你。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的主，你真的全人都来到这里了吗？全的灵魂体都在这里夸口主的爱，我的灵魂体都夸口主的爱。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全人敬拜就是灵、魂、体都来敬拜他，因为我们被造是为了要来敬拜，我们被神所创造是一个器皿，所谓的器皿乃是一个空的，里面呢是要被圣灵来充满的，不然这个器皿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在这里敬拜，就是用神的话语，用神的灵在我们里边来敬拜。你知道吗？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神要在这里面来照亮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带着神给我们的权柄跟力量，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再一次为他们来摆上祷告。当你为人祝福的时候，你所祝福的就临到你的身上，这是天国的原则。当你为别人祝福什么，你所祝福的就临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一个管道。我们这个时候要来为陈国荣弟兄，陈国荣弟兄有在这里吗？好，陈国荣弟兄，好，我们来为陈国荣弟兄来祷告。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求神来祝福这个家庭，让这个家庭谨守在主的道路，并且让他们未来一生都顺服在主他恩典道路当中。阿们吗？我们一起来为陈国荣弟兄，1、2、3，哈利路亚！主，我们提名为陈国荣弟兄来祷告。主啊，你的灵与他同在，主啊，与他的家人同在，主啊，你赐给他属天的智慧，主啊，让他在你的话语当中成为是刚强的人，主啊，让他能够不仅听到信道，并且成为一个行道的人。主啊，你引导他，让他一生，让他的家庭都被神灵扩张，成为一个敬畏神并且是诉说神恩典的家庭。主啊，赐给这个家庭平安，赐给他们健康，赐给他们委身爱神的心。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接着我们要来为一位姐妹梁珊珊，珊珊在这里吗？珊珊有没有在这里？好，我们今天祷告的都没有在这里，但是我们仍然要为他们祷告，真是求神引领他们，让他们能够不管任何一个时刻都记得他们是属神的儿女。也许他们今天忙碌，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为他们祝福了，那是一个更大的力量。阿们。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为珊珊来祝福祷告。1、2、3，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为了珊珊来祷告，主你来帮助引导。主啊，你赐给他的生命在主你的里边，成为你的女儿。主啊，你对他必有规划，必有固定在他里边。主耶稣，你要将那属天的智慧，将你的灵充满在他的里边。主啊，让他行在神你的道路上面不偏移。主啊，让他紧紧抓住，跟随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因为你的爱在他当中。感谢主，奉主的名，阿们。我的主来，我的主，我们双手展开我们的双臂来爱
旁边的人来跟他祝福这一句话，而且要非常非常的慎重，很神圣的，你跟他说，我们一起敬拜，直到见主面。我们一起敬拜，直到见主面。阿们吗？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敬拜，直到见主面，直到见主面，这是非常神圣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敬拜神喜悦，大家请坐。此时，请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9章第3到第19节。我们齐声来攻读，请。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她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圣经读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听从并遵行他话语的人。现在喜乐诗班要为我们献诗来赞美上帝，他们要献的诗是：你的恩典够我用。
感谢喜乐诗班为我们献诗，用这么美好的歌声。此时，我们要请我们本堂主任牧师周信荣牧师来证道。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从创造来看婚姻”。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早上可以一起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每一次回到主的面前，总是能够更亲近他，更体会他的心意。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从他来，而且一切的祝福都在他的手中。他为我们所预备安排的，必然是最好的。所以感谢主哈。话说有两位歌星在比说谁的粉丝比较多这样子哈。一个就说，你知道吗？每次我上去唱歌的时候啊，那个我多少粉丝都丢了很多的那个花束上来，我都可以开一家的花店的，你知道吗？哇，太厉害了！隔壁那个说，那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我上去唱歌的时候啊，我的粉丝丢上来的石头啊，我都可以盖了一栋的别墅了，你知道吗？开玩笑的哈，当然是笑话。对，不要比了哈，要比的话就跟自己比就好了，因为每一次有些许的进步，总是的可以怎么样？可以更肯定自己的哈，开玩笑哦。来，我们起立，一起来宣告神的话语哈。来，上帝的话语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能力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以信心宣告，我的心门敞开，灵魂苏醒，我必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如果你用背的话，那有一点不太一样，我有一点调整哈，比较简洁一点，让我们每一次的宣告都把它扎根在我们的心底。今天牧师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要从创造来看婚姻，我相信这会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在这个礼拜六11月24号。就有我们的地方首长跟这些议员的选举。那当然，不管你偏重哪一个颜色的，我相信你应该爱这个地方、这个土地、这些百姓，认同这一些的话，我们都应该来表达我们一个公民的一个权利哈。这个权利我们只有4年才可以表达一次，所以我们要珍惜哈。我们看这些候选人在选举之前是来拜访我们的，拜托，对不对？那选举后呢，谁拜托谁呀？我们要去拜托他哈。所以呢，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其实是期待他们是行公义、好怜悯的。阿们。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哈。当然，今年更重要的，除了选举以外，我们有公投。公投的案子有很多，但是我们以教会的立场、信仰的立场来看，婚姻跟家庭的这个议题，却是我们所重要的哈。我就回想说，当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要去那个
公所来登记成为夫妻，我一定要带什么？啊？身份证印章、户口名簿，还有什么？结婚证书。以前需要结婚证书，而且结婚证书写得很清楚哦，是谁扶正的，就是谁证婚的，还要写双方的主婚人，哦，并且自己签名，双方签名以后还要有怎么样？另外的见证人哦。你看过去我们，如果你没有这个结婚证书，而且证书你没有写得清楚，漏掉什么的话，你不能登记结婚。你必须要怎么样？重新去补这些的东西，再来完成登记为夫妻哦。这是过去，对不对？然后不晓得什么时候，后来我发现我在教会为弟兄姐妹签的那个结婚证书没有效用，因为根本就不必用，你知道吗？我就吓了一跳，说怎么这样？哎，什么时候在改变这个婚姻的这些的条件呢？后来现在是怎么样？只要两个人喜欢，去哪里？去登记就可以了，去登记就可以了。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结婚的过程，是慢慢的在改变我们对这婚姻所谓神圣的一个看法。所以结婚登记就越来越简单了。过去我们都是用很严谨的态度哦。如果这一对夫妻在教会结婚以后啊，他总是要拜托牧师啊，拜托签一下哈，哦，我就很神圣的带着祝福，把我的名字签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但现在，好像结婚的都没有来请我替他们签名了。我告诉各位，如果你把婚姻看得神圣，你还是可以做一张属于你自己承认的结婚的证书。阿们。我们看过去，我们对结婚这件事情，我们不会去想说，我们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怎么样的，我们不会在意。但是你知道吗？这样的过去，这样的事情啊，这样的已经过去了哦。现在我们要为了维护我们的整个的婚姻的关系跟家庭，我们现在需要出来表达我们对婚姻制度的一个看重，并且如果我们用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应该表达我们尊重，因为在基督徒来看，这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11月24号，我们没想到结婚姻的制度还要透过公投来决定呢。那知道吗？如果以我自己个人来讲，这不干我的事情，对不对？我已经结婚完啦，对不对？但是我想到我的孩子，我想到我的孙子，我想到未来的台湾的社会对婚姻家庭的看法是怎么样，我就不得不站在这里，用信仰的角度来表达我所信的是什么，我应该行的是什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不管你在选举上面你是偏重什么样的颜色，没关系，只要你基于爱这块土地这个百姓，你都可以自然的表达你的选择。但是公投这件事情，婚姻跟家庭制度的定义跟未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可以的。而且我们说18岁就可以了哦，18岁就可以表达了哦，这是我们目前我们所遇见的这些事情。所以你要跟隔壁说，要关心政治风向，更要关注婚姻制度。来，对，我们应该本着我们是公民，我们应该来关心这件事情。那牧师透过这段经文，要跟我们来思考。牧师提出的第一个就是神借由创造来设立婚姻的一个制度。圣经告诉我们说，有法利赛人要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他是根据哪一条法律，你知道吗？根据旧约
申命记24章第1节。好，这里拉比就是根据这个申命记24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了。来，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哇，当时候啊，这些犹太人在他们的现实生活里面，他们都同意丈夫可以休妻哦。但是休妻的条件是什么？哇，就有得争论了，你知道吗？所以当时候就有2个学派有提出不同的。第一个学派叫做沙马派，沙马派他们着重的就是在申命记24章第1节里面的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他们认定什么叫不合理的事，就是人证物证都到他的妻子是有怎么样，有外遇，有第三者，那就构成可以休他的一个条件。好，但是另外一派希列派的，他们所着重的是哪一句话？是不喜悦他呢？他说啊，只要丈夫看这个妻子看不顺眼，就可以把她休了。煮饭煮到臭火焦，休了；衫洗不清气，休了；扫地这个屋墙壁角都没有扫到，休了。而且呢，不必去法院盖章哦，只要丈夫写个休书，休了就休了。哇，你们觉得很夸张，对不对？在当时候，耶稣的时代就是不夸张，确实就是这样。因为当权者就是希列派的，那希列派的当然他们声音就大了，他们掌有这样的大权，所以他们就根据这样不喜悦他，就可以休他的妻子。对丈夫来讲好不好？好哦，权柄好大哦。对太太来讲呢，哇，真的是惨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当时候的情况是这样，所以法利赛人才会来问嘛，对不对？就是要考耶稣啊。所以耶稣怎么说？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跟造女哦。”他把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制度啊，不是用生命记来看，是重新回到创造神如何设立婚姻来看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并且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2人成为一体。这圣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说的圣经是指什么？旧约摩西5经哦。好，那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其实在婚姻当中，特别牧师在跟要结婚的人协谈的时候，我一定会提到说，你是基于哪一点被他刷掉？是刷掉吗？杀掉了。哇，那差很多。你是基于哪一点你爱上他了？你要讲得出来，讲不出来我不跟你证婚，你知道吗？哇，有的人很容易就讲，对不对？那有的人就还要再想一下哦。不管是他很慎重，或者是他根本还没想过，但基本上牧师都要提醒，对，你当初你是基于哪一点，欣赏他哪一点，这很重要。因为婚姻是一辈子要走的，如果面对挑战困境的时候，你总是要可以回到起初那一份爱，我相信可以帮你找回很多过去甜甜蜜蜜的记忆。这对要结婚的人，牧师觉得这是很重要。但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面对很多这现实环境的挑战的时候，你要用现实环境来请圣经帮你解释吗？还是你要用现实环境来叫圣经来委曲求全呢？不，耶稣说不，要回到起初，回到起初。你跟隔壁说，回到起初的感动很重要。
对，就像你要受洗，你要承认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的时候，那个感动重不重要？那很重要，那是你最美的见证，你一定可以不断的传说的，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经历，是必然必要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耶稣再继续说，怎么说？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哦。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我们常说的婚姻的奇妙数字，就是1+1等于1，对不对？好，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在圣经里面，为什么都没有把妇人计算在人数里面呢？我问大家，耶稣行了5饼2鱼的时候，圣经记载有多少人吃饱？5000人。那你觉得真的是5000人而已吗？不止哦，因为5000人后面他还有写什么？说妇女跟孩子都不计算在内。为什么没有把妇人跟孩子计算在内呢？因为1+1等于多少？就是1了。所以在计算的时候，夫妻就算一体的，这是他们的数字，这是他们的数字。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婚姻既是神所配合的，那我们可以用人的观点来重新定义婚姻的意义跟目的吗？我们可以重新来定义吗？这是值得我们商榷的一件事情哦。所以神给我们的神的工所做的工，我们可以去篡改他的工吗？我相信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可以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求神让我们来更多的来体会了解神的心意。耶稣所讲的到底是要体贴人的软弱，还是要尊重创造的次序？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都会接受挑战哦。好，所以法利赛人就说了，这样摩西所吩咐的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那到底怎么样来执行这个东西呀？也让我们来思考哦。原来摩西所吩咐的这一些的律例啊，不是积极的一个吩咐了，而是怎么样消息的一个许可。有一句话说：“就青米煮食饭啊，生米已经怎么样煮成粥饭了，那你怎么办？啊，煮成粥了，熟饭啊。对，我也是台语较顺啦哈。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之所以会这样子的，再多一点的容许，乃是我们可以发现，在摩西的时代的现实的状况里面，就是有这么样的让人淌血的事情，让人们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哦。好人家现在都怎么样了，对不对？好，人家大学生都为了省钱呐，省房租，男女都住在一起了啦，那有什么关系？人家都这样做了，对不对？那至于我们是要看人家这样做，还是要重新回到神创造的立足点来看，这就在于我们的抉择了，在于我们的抉择了。如果真的是成为罪的东西，我们还可以委曲求全，还可以妥协的话，那我们的真理放在哪里？我们把上帝放在哪里？还是我们把社会的道德已经逾越了上帝的真理来看待？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个事实。耶稣就跟这些法利赛人说过啊，他说怎么样？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这些该奉献的1/10，你们有做了，但是在法律上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存着公义、怜悯跟信实，你们倒不细去行。他说这一些是应该行的，并且是必要行的，一定要行的，但是你们不行那个，
你们就在选择那最容易的事情来说，我已经遵行了神的律法。这是耶稣基督对这一些奉行摩西律法的这一些的法利赛人文士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有一些特别有一些长老教会的牧师，他们同意，并且有的是公开来同意同婚这些事情。然后我去了解他们对于基督的信仰圣经他们是怎么样来解释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次序错误，把次序颠倒了，就成为他们的论点。神定义的婚姻2个元素，他们说就是1对1跟男与女。我讲的跟我写的刚好位置一样吗？不太一样哦。他们强调的是1对1，因为1对1是道德的需求，所以1对1重要性是比男对女更重要，这是他们的诉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先创立婚姻，还是先造了男跟女？是先造人，男跟女哦，不是先设立婚姻哦。没有人，那婚姻为什么要设立？不用啊。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在神的话语里面，不要把次序搞错了，一搞错就混乱。好，创世纪，在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称这一本创世纪叫做起源说，意思说所有的世界，所有一切的起源，我们都可以从创世纪里面来看待、来了解。神借着创世纪把一切的起源都教导我们知道，神怎么去创造人、宇宙万物，神怎么去创造宇宙万物，怎么去创造人，怎么会有罪的存在，罪是从哪里开始的，人的欲望是怎么来的，欲望的最根本在哪里，敌对神被神赶出伊甸园的最主要原因在哪里，人怎么样回归回来，在创世纪里面都清清楚楚可以让我们知道。所以在整个神创造的这次序里面，如果我们颠倒了，会让我们的整个生命的次序也颠倒，整个社会也会混乱。所以愿神让我们了解，神定义婚姻的2个元素是男与女，1对1，1对1是他们讲的方式，但是对我们来讲是什么？1男1女，1夫1妻，这才是真的在圣经里面所给予我们明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知道神创造的次序，我们一起来说，来，神创造的次序，先有男，先有女，再有婚姻，这是必要的哈。好，这是必要的。OK， 好，来，我们再来，最后我们再看到，耶稣就说，因为法利赛人提出了，那摩西所吩咐的这个律例怎么办啊？不是可以休吗？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好，所以说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是因为你们现况是这样了，所以才容许你们做休妻的动作。但是起初是这样吗？绝对不是的。我们要回到起初，那才是神的心意。耶稣讲得很明白，让我们知道。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耶稣的时代就是罗马统治的时代了，不是吗？我们看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写得很清楚哦。他说那一些外邦人，他指的是那些外邦人，是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这个在说什么？说我是男生，但是我要做女生，把顺性的用处用于逆性的用处。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怎么样？任凭
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神就任凭哦，神就任凭了。所以摩西所论的是为了什么样？今嘛的是安内啊，不被安装。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起初神的心意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点来看到，因为我相信我们未来还会面对很多的公共的议题，然后面对这些的公共的议题，我们都可以来思考。在整个社会公共议题里面，大都是兼顾两个很重要的，第一就是弱势，第二就是共善。弱势就是说，这一些人好可怜，这些人的心声没被听到，哇，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让他们的心声彰显出来，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享受该得的权利。这是弱势的部分。那共善是什么？就说大家都觉得好的，大家都同意这个是好事，我们一起来做。但是从信仰来看，共善不等于至善。意思就是说，众人认为好的事情，在真理上不一定是好的，不是吗？我们可以想一想，不一定哦。我说是不一定哦，不等于哦，不等同哦。所以共善不等同是至善，那弱势也不等于是善良这个议题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每一种社会的议题，我们可以透过这样来思考。牧师讲得更清楚一点，在一个信仰的原则里面，这样我们就知道一切的事物我们应该建立在神起初创造的一个观点，不是按现有的既然的事实来推断说，上帝啊，是我们现在已经这样了上帝啊，这样子是不是合你的心意？不是的，我们应该说，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用你的心意来分辨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议题，那才是好。如果我们用现在来跟神说，主啊，安利塞不，那就会不太一样那个角度所以我们要分辨的是什么？这是神的立场还是人的立场？当我们看到一些的社会议题，我们会有迟疑的时候，那表示说我们的良心已经在告诉我们，提醒我们，那我们要来听对方所讲的是神的立场还是人的立场。一般民主运动他们都是用怎么样？用民主，用保护弱势来做一个立场，用所谓的大家觉得是好的来做出发但是我们要想，如果以神来看，这是用神的观点在看，还是用人的观点？如果用人的观点，我们会觉得道德伦理说得过就可以了。但是用神的观点，是要在真理当中站立得稳，这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的。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有一些人就提出但是旧约里面不是有一夫多妻吗？娶了很多那你怎么看这些旧约的人物而且这都是上帝所祝福的。但是你看旧约的人物，所有的多妻的，哪有一个家庭是风平浪静的？打打杀杀的一大堆而且那是因为他们的软弱。然而我们感谢主，圣经记载的不仅是善，也把恶记下来，就是成为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看旧约新约里面的生活的现况，我们不能用旧约生活新约里面呈现的人的生活现况，甚至这些是神所祝福的人的现况，来定义成神所喜悦的道。不我们也看见也许有软弱的，但是他们还是很成功，不是吗？但是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基督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明白，对，耶稣要我们重新回到神的观点来看一天，就会帮助我们。所以耶稣在那个时代里面，可以说罗马的
的世界里面是性混乱的、性泛滥的，不是吗？同性恋的行为是多得多。但是当耶稣谈到婚姻的时候，谈到休妻的问题的时候，他是重新回来看待婚姻，就是神所设立的，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而且结合就是成为一体。如果有人故意要把夫妻两个人要把它剖开的话，那剖开以后会成为两个个体吗？不，应该变成一半跟一半，不是吗？那就不完整了。所以愿神让我们能够来明白，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是要用信仰的角度，到底神设立婚姻的观点是什么来看待，我们就会明白。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意思就是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必然是善良，是纯全，是神所悦纳的。阿们。所以愿神给我们在今天这个议题上可以来思考。所以我们为婚姻跟家庭，我们应该勇敢的走出去，我们要做世上光，地上的盐。阿们。今天下午1点半，我们就有一个行动，好不好？我现在要请我们的主恩跟慧燕来跟我们报告，我们教会参与在下午这个时段因为下个礼拜6就是公投了但是我们下午是要用我们成为一个公民的身份公民的身份走出去。当然我们所表达的是一个基督信仰的立场，但是我们的身份是公民的身份。我们要在今天下午请大家可以一起参与在这里这不关乎我们自己而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都是需要的好，我们请主恩来做一些几分钟的报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下午要举办一个爱家公投游街的一个活动。那我们的时间呢是下午1点半到3点半这个时间。然后呢，我们 target 的目标呢是永和区的20个里。我先说明一下，我们永和地区总共有62个里。那现在呢，剩下20个里，我们还没有去，就是还没有去跟去那个地方跟里长说明，然后还有投那个公投的文宣。那我们教会呢跟那个爱家盟有就是合作，我们要负责20个里，剩下20个里交给我们。可是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大概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目标呢缩小到我们教会附近的9个里。所以我们今天会分成5个组，然后针对这9个里，我们进去那个地方去游行，然后跟经过的里民来说明有关公投的事项。然后呢还有最终的目标，我们会去找里长，然后呢就是问那个里长可不可以支持爱家公投，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给他文宣品，然后请他帮我们发放。另外还有那个爱家公投的布条，也可以请里长帮我们来悬挂这样子。好，那我们的活动进行的流程呢，就是我们1点半的时候，我们先在4楼的副堂集合，然后每一个人就是穿着这样的背心，然后呢出去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就是我们穿那个背心出去的话，别人不会知道我们是不是基督徒，然后呢，他只会知道说我们是那个家长，然后爱家就是支持爱家公投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很大胆的，就是跟他们就是说明这个爱家公投的这个内容这样子。然后另外我们会携带一些文宣品，还有小卡片，然后大家带着喜乐心，我们一起团队的活动这样子。好，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会负责这附近的9个里，然后会有分5个组，然后那个组别的内容的话，就是待会1点多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4楼副堂做说明。另外就是我们如果经过当地的店家的话，我们也可以进去，然后呢，如果他愿意支持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他文宣品，让他们在他们的店里面来发放这样子，或者是有布条可以悬挂。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有经过当地的那个庙宇的话，我们可以进去，然后请他们问他们有没有支持。因为我上次去真理堂他们的说明会，他们有发现，就是90%的庙宇啊，他们其实是会支持爱家公投的。那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只要进去跟他们的负责人讲，如果他们支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文宣名给他们，然后请他们帮我们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作为宣传这样子。那剩下的还有就是刚刚有提到我们要负责20个里，那我们今天的目标是9个里，另外还有11个里的话，我们可能要就是麻烦其他的如果今天你没有参加没关系，如果你是住在那些里的话，你也可以来到我们后面去，我们有装好一袋，然后你可以帮我们在周间的时候呢去投信箱，或者是去找当地的里长，然后呢跟他说明，如果他愿意支持的话，请他就是帮我们挂布条。那比如说像是我们永和地区的话，其实我们以中正路把永和地区切成2半，一个东边一个西边，然后另外就是那个永和路切成2半，然后另外中正路到永和路的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右边的部分，比如说比较靠近是顶溪捷运站的那个地方，比如说像是正兴里还有上林里，不晓得有没有人住在那个地方。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有弟兄姐妹住在那个地方的话，可以帮我们来发放。那另外就是永和路的西边，比如说靠近合体的有顶溪里、合体里跟永城里，还有仁爱里跟信义里这些地方。如果弟兄姐妹有住在那个地方的话，也可以来帮我们来发放，因为那边是离比较远，我们今天还不会 touch 到那些邻里这样子。OK， 好，那我们继续来。好，大家好，我是慧叶。然后其实啊，我们今天走出我们的教会是要把祝福带到这20个里，所以你到里长那边，你不要害怕，就说里长你好。然后呢，我们把这样的讯息传递给他。然后假设他愿意让我们挂布条，或者是放宣传单，你最后一定要为里长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为他祝福祷告，会吗？会。假设说啊，你布条已经发完，或者是 DM 发完，怎么办？里长，我可不可以明天再把这些物资再送来你这边？所以你务必留下愿意让我们放 DM 的这些店家跟里长，或者是要选举的这些人，因为这些未来都是我们的 best，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为他们祝福。然后你看我手上有拿2根旗子，对不对？好，这个就是我们下午会有机车队，还有脚踏车队。往后一点。好，一直往前。所以呢，你下午就是带着你是要传递祝福到这些社区，所以你可以利用骑脚踏车或者是骑摩托车的方式来做宣传，然后大家不要有压力，因为他不知道你是谁。只要信，不要怕 ，OK？ 对，感谢主。然后呢，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文宣品。这一袋呢，就是给里长的，就是里面已经有 DM， 然后有布条，还有名片。名片是做什么用的？名片呢，你只要遇到活的人。你就说，你知道爱家公投吗？然后你就把名片给他，然后就说，我跟你讲哦，爱家公投10、11、12，要记得投同意票。好，然后这个就可以放到包包里面，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门槛要几万票，500万票，容不容易？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人，你都不能跟他吵架，才会有500万票。可是我们目标是500吗？不是。目标我们要设定900万，有没有信心？有，对，出去不要跟人家吵架哦。然后我们的文宣品还有什么？来，贴纸，有骑车、开车啊，管他的，反正门口你都可以贴上贴纸，尽量的去宣传。再来就是这个卡片，超好用。对，好，卡片是做什么的？卡片啊，我跟你讲哦，其实我刚开始我也很害羞，然后我就找那个坐轮椅的阿公阿嬷，就是练习一下，说，阿嬷你好，我可以跟你聊天嘛，然后就念这个给他听，没有压力吧？你就照着念啊，好，念一个，阿嬷，你支持，就是你叫阿嬷，讲不出来，阿嬷。
漂亮的阿姨，我可以跟你宣传一下吗？什么东西啊？对，阿姨你知道吗？这个啊，我们在那个婚姻上面，我们支持一男一女。好，阿姨没有反应咯，她开始好奇咯，再来。好，然后请让孩子拥有爸爸是男生、妈妈是女生的天然幸福。啊，本来爸爸就是男生，妈妈就是女生啊。阿姨，那你知道吗？我们台湾的艾滋病已经全世界第2名，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大部分都是男不安全的性行为。怎么会有这种事？不要让阿姨问问题，继续。这到底是什么啊？引起阿姨的兴趣有没有？然后就念完10章，对不对？阿姨，那我跟你讲哦，一定要支持爱家公投，10、11、12同意，可以吗？啊，我投啊，有礼物吗？有，来礼物，那个贴纸就送他，或者旗子就送他，有没有？都不用还。所以你们去那个里长那边啊，拜访的时候布条哦，说，里长这个就送你，不用回收啊，不够再跟我讲哦哈。然后还有呢，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送的嘞？青少年可能比较有兴趣的是什么？来，这个，同性恋到底是不是天生的？我们这边有科学的根据。哇，如果遇到知识分子，对不对？就跟他说，同性恋不是天生的，性别就只有2种，男生或女生。对。好，再有没有问题？没有，那下午就跟我们一起去游街吧。好。就在是那张小那个名片，你要在盖章的那个里面才能拿出来。如果你在行进间拿出来，就好像是不能投了。这样子，对，一定要在那个盖章那个小对，你在那个不用拿出来，大家记得10、11、12就好了，就那么简单。对，就这些的文宣，就是让我们知道，然后这几天都还可以再发，但是在投票那一天就不用再发了，就不用再拿出来就好了。离30公尺对，反正你最近就是一直背10、11、12、10、11、12。好 ，OK， 好。好，然后我再补充一个，就是啊，你出去宣传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说啊，那我不赞成第12。然后你不要跟他争辩，因为你也没时间跟他争辩，你就跟他说哦，没关系，我们这个不是套餐，我们可以单点，那你就10、11帮我同意，这样就好了，不要去跟他争辩。对，我们这是单点哦，就是比如说第10我们就是破500万，然后第11我们就是破500万，第12也是破500，所以我们是个别都要破500万票。OK， 好。所以呢我们在领票的时候呢。10、11、12，我们有自己的投票柜，你最好就是照这样来填。但是呢，牧师要特别提醒，我们在14号跟15号，14号跟15号呢是同运团体他们提出对我们的反向的，所以14、15呢我们要盖不同意，也就是3好2坏，2坏是哪2坏？你不要投错了。14、15打不同意，我们说14、15不同意，来，14、15不同意，10、11、12同意，来，10、11、12同意。所以呢，我们身上会有个那个名片，你带在身上。那呢，你进去投票所呢，你要盖章的时候，如果你忘了，你再拿出来看一下小抄。然后你离开投票所30公尺之外呢，你可以把这个名片呢，也可以发给那一些还没有投的人。30公尺以外哦，你可以继续的宣传，但是你不能够穿着那个候选人的背心，然后在那边发公投的，不行，违法。好，这些都要清楚哈。OK， 好，等一下报告也有有那个单子可以看。好，所以我们谢谢他们。好。
所以我们如果下午出去，你不要告诉他说圣经什么时候不要了哈，因为他不懂圣经，了解吗？好，我们就站在我们对婚姻的价值的肯定之上，我们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下午出去，我们是用公民的身份来做这样的一个宣传的工作哈。好，那因为我再讲一点，如果1对1放前面的话，那1对1是可以无限上纲，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不把男与女放在前面，那把1对1放前面会无限上纲哦。牧师要提醒一下，如果你爱你的宠物已经大过于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妻子的话，那也要小心哦。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陷阱在里面？好，是不是你已经1对1的那个第2个1对象搞错了没？好，这是牧师在预备讲章的时候也自己提醒说，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还是要很关注我们的婚姻跟家庭，这是神设立的，而且是神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头哈。好，我们最后再来读这段经句，预备来。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2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马太福音19章4到5节，我们再读一次来。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2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马太福音19章4到5节。愿神帮助我们，特别来保守我们今天下午，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在这样的一个行动里面来保护我们的婚姻制度。我相信这是神所喜悦，也奠基于我们的信仰基础的哈。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请弟兄们先来唱。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一起来唱。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我们一起来唱。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爱我的主，我爱
创世的时候，你造男造女，然后你建立了婚姻的制度，让我们不只可以代代相传，让我们更能够知道这是从你领受恩福的基础。好，让我们在现今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依然站在真理上来活出你所喜悦的家庭的婚姻的生活。主啊，我们祈求你在保守我们的台湾，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议题上更多看见你原来创造的意义，以至于我们能够继续领受从你而来对我们世世代代的祝福。主啊，保守我们，也保守我们这个礼拜六的选举，不要再撕裂我们的台湾，让我们在你里面成为合一的，是你所喜悦的。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请坐。现在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今日到主施恩座前，兄姐，请起谦立。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兄姐，请坐，请牧师来分享。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好，这个是今天下午的1点半，我们要爱家公投的一个推动，我们永光教会利用今天要来总动员。我想这是我们永光教会存在在这个世代，神给我们一个时代性的、阶段性的一个使命。所以，既然是成为基督徒，爱这个社会，爱我们的家庭，爱神的这些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应当都能够拨时间站出来。所以呢，我们下午有分机车的队伍跟步行的队伍。然而，现在我牧师所收到的机车只有3台呀，只有3台。我们教会只有3个人骑机车吗？弟兄姐妹，牧师要
要鼓励你，你要出来。潘牧师要参加在步行队，因为步行队还有小朋友，连小朋友都站出来了。小朋友他们是一个最微弱的一群，而我们这些家长们，我们这些成人，我们应该要站出来。不然这个时间你要留在家里睡午觉吗？没关系，你走完之后很累，回家会很好睡。所以我们一定来走出来。然后机车队，所以我们今天有骑机车来礼拜的举手一下。机车队，机车有骑机车来教会的，今天请举手一下。你们都开车嘛？这么多人，好，这么少人骑机车啊？骑机车来，青少年你们都没有骑机车吗？啊？好 ，OK， 所以呢，好不好？我们来下午呢，我们机车队我们全部都出来，然后呢，我们的机车队呢会有一些，我们下午会做解释，所以呢，我们一点对不对？1点集合。好，那我们的有脚踏车队吗？哦 ，U-Bike，OK， 有没有人不会骑脚踏车的？大家都会骑脚踏车，那我们来骑 U-Bike， 然后呢，我们呢全部都出来，好不好？你下午可以来骑 U-Bike， 也很好玩啊，大家一起，然后呢就这样子的沿路这样选，来，大家骑 U-Bike， 来，请举手一下，来，可以骑 U-Bike。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样不心酸吗？我们还可以骑脚踏车的有多少人？2、4、6、7，好，请放下。好，那你可以参加步行队的，请举手一下。步行的，好啊，那个是可以的啦，不是步行。走路队的，好 ，OK， 好，放下。好。牧师再一次的呼唤我们站出来。我这几个礼拜因为真的好忙，所以我真的有一点在这个公投的上面，牧师觉得已经非常的疲惫。但是神他就告诉我，他说：“孩子，我不是看你做的多或少，我看你有没有做。在这个时代，你为我做了什么？所以。”牧师呢，在这里真是呼吁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是你应当站出来的时候。我们最近听到一个好朋友的消息，也是一样，同志，女生跟女生，可是呢，他们在2个人结婚之后，然后他们为了要生小孩，所以呢，他的小孩从哪里出来？小孩呢，精子呢就从哥哥里边拿，取哥哥的精子出来。然后生了一个女孩，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呢就这样养育，然后养育之后呢，又想要再生第2胎，哥哥的精子呢不愿意再拿出来，因为看一看那个孩子就长得像我，他怎么是哥哥心里面良知发现了，就不再借精子，然后呢他们又去外面呢找了一个比较不熟悉的人，然后呢又再借他的精子过来，然后呢又借不到精子的时候啊，公公也可以。我爸爸也可以啊，我爸爸就跟我另外一个伴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同志运动的背后，最重要的是要让人完完全全的混乱。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圣经刚刚牧师在讲，一开始上帝的创造就订立了一男一女，是因为上帝知道将来的社会会有什么样的混乱，所以上帝先把这个标准给定起来，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拿出我们的智慧来辨别这个社会的形态。所谓的同志的教母，他在书籍上面他所写，他就说人是一个人是一个万灵之动物，然后我们人呢有欲望，对不对？而且我们有那个性的欲望，那个性的欲望应该要让它不断的发挥出来，而且不要只限一男一女。你可以多尝试，让你里面的性呢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是教母所教导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知，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灵，这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我们为了要让我们这个时代，而且我们宣告，台湾
是一男一女，是圣洁之地，阿们吗？让上帝来掌权。而今天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都是有血有肉，我们都是活人，所以我们都要站出来。然后在今天下午，只有今天下午，不是每一天，剩下今天下午可以做。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今天你在这里，你所听到的，你都要站出来。好，现在呢，在这个部分上面呢，有一个非常大、很紧迫的事情要我们来做的，就是其中呢有几个里到目前都没有人去那里来宣导，所以呢要请我们弟兄姐妹，你注意听一下，我报告一下，看这个里，如果你的附近或者是你所属的里，那么呢，你今天呢等一下来拿我们的这个公投的这些的宣传，可以跟里长，然后可以跟店家，让他们给我们挂那个牌子，好不好？注意听哦，有这几个里目前都没有公投的消息进来。正心里，你是正心里的，请举手。正心里、建行里，住在附近的。好，来，好，等一下那个慧燕。好，这个姐妹，你就去找里长，好不好？好 ，OK， 再来上邻里的，上邻里的，住在附近的，对你认识的朋友也可以。来，好，那我们没有的话没关系，谁可以来认领这个上邻里，然后呢来拜访我们上邻里的里长，上邻里，好，来，都在永和附近，上邻里哦，哈，上邻里，好，来，我们这边。好，来，没关系，来，这边有Amos 这边嘛，好，我们现在就只好找人来认领了，来，再来合体里附近有没有？合体里，好，谁可以认领这个里？谁可以合体？谁可以来认领这个里？谁可以来认领这个里？啊？合体里，附近是哪里？哦，在河边那边叫合体，好，有没有谁可以来认领呢？有没有？有没有谁可以来认领？有没有谁可以来认领？合体里，哇，合体里要沦陷了。合体里，好，我们现在等一下哈，好，再来信义里。好，信义里有吗？信义里的附近，好，月荣哈 ，OK， 好，再来，民本里有没有住在民本里的？有没有住在民本里的？有没有谁可以来认领民本里？秀朗路2段，哦，成功路那里，好，成功路那里有没有？谁住在秀朗附近的？秀朗国小附近的？啊？还有谁？民本里在这。好，没关系，好，可以。好，那可能我们要找我们可以认领的。有没有哪一个小组要来认领这个民本里的？你只要就是过去，然后拜访那个里长，这样就可以。有没有哪一个小组愿意出来认领的？或是有住在秀山国小附近？好，来，好 ，OK， 好，小组长，我们也勇敢的站出来哈。好，再来，永城里哪一个小组可以来认领的？好，来。那个文君，好来，再来，秀城里，我们哪一个小组来认领秀城里？哦好，永福里，来永福里，好，永福里来，好，我们燕姿这里来，好，燕姿这里，我们的青少年终于有人出头了，好，再来。顶溪里，那就顶溪站那边是不是？好，顶溪里来哪一个小组来认领？
哪一个小组？好，香云，好，香云这里。河滨里，河滨里，哪一个小组可以来认领河滨里？哪一个小组？附近是哪里？河滨里是在那个永福桥跟福和桥那个河滨的那一边。好 ，OK。哦，河滨里，好好，河滨里，好 ，OK。那我们这几个组，现在这几个里大概都有。好，那现在即便他们呢，去拜访我们的里长，我们其他弟兄姐妹呢，我们仍然是零零散散都可以在市场，在任何一个地方来广传。所以我们下午呢1点半在4楼集合，是不是会宴？1点半，1点在4楼集合。好 ，OK， 好，1点半要出发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消息。好，这个刚刚投票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哈。你呢选举票投进去之后，不能离开投票所，要留在里边，然后说我要公投，然后你拿公投票，这样子明白哈？哦，不能离开投票所哈。好，再来。好，就是这一些。我们3好是10、11、12，2坏呢是14、15。好，那我们这个名片呢，可以放在你自己的皮夹，你在投的时候忘了，你再把它拿出来。好，再来，接下来。好，我们今天有圣诞节的筹备会，以及我们下个礼拜呢是1年1次的感恩节的献祭。那我们呢下个礼拜呢，我们会整个1年1度的我们对神的感恩，所以我们的周报上面呢有这个奉献袋，对不对？那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呢，你这个礼拜回去带着祷告的心，那在下个礼拜呢，你把你的钱、把你的金钱、你的心意预备好，放在这里面，写上名字。下个礼拜我们的感恩节，我们会走到前面来，1年1度向神献上活祭一样。那另外呢，我们有建筑的那个小猪的铺满。所以呢，你的铺满不管它吃得饱不饱，你下个礼拜都把它带回来，让我们呢一次呢把它结清一下，不然呢会拖很久哈。好，再来就是下个礼拜天呢有洗礼，所以呢我们的幸福12月的第1个礼拜。我们的幸福小组的Best， 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大力透过祷告来鼓励我们的 Best 能够来受洗，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好，接下来就是圣诞节的牧区呢，参会已经开始在热烈的报名。好，我们所有的首长呢，在礼拜2之前呢，新年度的计划跟预算表，请缴交给我们子灵干事。好，接下来就是我们林宏信教授的书，我们也来留意。好，接着我们恭喜呢守全跟文静呢，他们呢也又得了一个男婴，是不是？感谢主哈，是我们马建明弟兄的儿子的孙子哈。好，有没有在这里啊？那个马太太马夫人有没有在这？在楼上。OK， 好，上帝也祝福啊，马建明在这。好，马建明，好，建明兄，那个公投那个要请你多出来哦哈。OK， 好，来接着，好，我们继续为这些的弟兄姐妹，楚千惠和亲兄梁约翰、盛统兄，还有于丽霞姐妹，持续为他们来祷告。好。另外呢，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礼拜呢，弟兄姐妹的关心，特别呢，在我们的英皇兄他的母亲玉罗姐妹，她的告别式，弟兄姐妹摆上非常多的时间。那他们的家族今天有来到这里，特别来向我们永光教会弟兄姐妹来致谢。那你们请站起来，请站起来。好，这个是英皇兄，大哥呢灿坤兄，然后呢，弟弟是西洋，对不对？好，西洋还有你的太太哈他们兄弟，他们有3个兄弟，特别来到我们永光教会来向我们致谢。谢谢大家对他们这个家庭的关心，谢谢。我们也拍掌欢迎他们，也期待你们每个礼拜都来这里，让永光教会成为你的家。请坐。另外呢，我们在昨天呢也参加了我们彭仁弟兄的告别追思礼拜。大家付出很多的关爱在这个家庭。昨天呢整个告别式在教会里面举行，感动非常多的他们的亲朋好友以及彭仁兄他的同事。
他今天呢，彭仁兄的妻子还有他的女儿，他们也在这里，要来向我们弟兄姐妹来致意。来，请站起来。好，慧珍，还有佩瑜，还有一个小女儿千羽哈。好，在楼上哈。好，他们向我们致意答谢。那我们也持续关心这个家庭，阿妹吗？好，请坐，谢谢你们。好，那接下来，今天有没有新到的朋友啊？在我们旁边，除了我们的夕阳兄好，所以我们那个迎宾团队人跑到哪里去了？好 ，OK， 好，那这样子的话，好，那个月英姐跟国宾长老哈，我们的夕阳兄跟灿坤兄呢，请你们来接待他们。好，夕阳兄跟我们的灿坤兄，他们是今天的我们的新来的朋友。其他有没有旁边左右的人？好，我们一同起立，好，我们夕阳兄跟灿坤兄可以来跟我们的迎宾团队到楼上。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身边，让我们来送给你们一个小礼物。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我们一起来彼此握手来祝福，握手来祝福。我们家里天的也彼此握手来祝福。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下午要参加那个爱家公投推广宣导的弟兄姐妹呢，等一下呢，我们在4楼集合，有预备餐点，所以我们在4楼来集合。11月24号，也就是投票那一天，请我们弟兄姐妹全日守望祷告，我们需要500万票哈。好，我们仍然站立，请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愿慈悲怜悯的天父，他关照你们，让你们天天享受他百般的福分里面，更愿圣灵引导带领你们的家跟你的婚姻，让你们成为荣神益人，神所喜悦的百姓，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平安，平安。下个礼拜感恩节见面，请坐。要报小猪来了，要报小猪。